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中自济病院的社区健康中心研发着照顾长辈的新教案，推出着上新的照顾模式。几月12节相关的课程，让长辈会当进行全方位的训练。老乡亲的反应拢袂歹。 中央评定小解台湾重要的节庆，并到节庆都有下时食谱，或者是祭拜物件，亲像高丽节节粽、中元节中元普渡拜拜物件。今日向许多人解说，台中自济病院社区健康中心透过课程强化许多人的照顾。如果他能外出购物，或者是他能够到银行，或者他能搭公车，或者他能够去打电话访友这些，他就可以维持到他自己原有的社交的能力。 病院讲，希望让许多人透过轻松的方式维持基本的连体，让事情别变得受严重。让我们这些老人家来这边，就是觉得心情很好，很快乐。透过跨团队整合照顾模式，在课程内底引入各项活动，让许多人活动筋骨、振动头脑，增加社会团体的参与，可以生活被保调。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